台积电新竹宝山内晶厂是台积电生产日内面先进制定的厂区，按算伫每年要开始量产，目前是等得起。是传出18个时是发生公安的意外，有一个52岁工人在施工的时去电着，送病院救无回来。台积电是表示讲，因会全力配合调查。大型怪手甲东基区进驻台积电新竹厂区，也毋过伫办公洞配电目前是停工的状态，因为这个月18日伫施工厂区发生一件公安意外。黄姓男子工作时不慎触电，进而从高处落下。黄男经送医后宣告不治，已责请台积电安全委员会通报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进行治安调查。台积电对外发声明回应，办公洞配电目前停工，但进一步厘清调查事件原因。目前工地是交付承揽范围，台积电公司会全力配合调查，协助下包商处理后手事宜。根据了解，台积电宝山厂伫第一期扩建工程的时，就发生班模领班大无细里烧入身亡。今年5月，一台乌托机亲像整地时无细里扭断，电火条电线搁讲着愈挂包商，造成头骨破裂送医。即摆第2期扩建计划有工人亲像因为施工电着，送医了后宣告死亡。他们有一些相关的没有符合规定的部分，我们会依治安法的规定来做处分，然后针对现场的部分，电力配电作业的部分我们立即跟他处停工。这一次的公安意外，我觉得主要还是外包商的问题，并不是非常罕见的公安意外。延误我认为时间也不会长，所以对台积电来讲不会造成任何影响。专家认为，台积电日内面量产进度应该未受这摆公安意外影响失灵。竹科管理局回应，但台积电提出改善计划了后，会依照计划一一检查完成复检了后，才会同意复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